一定要遵守规定，像讲糖就一个查甫人1月去过中国武汉，照规定一直到新历初5进前，拢爱伫咧厝内注意，袂当出门。结果初4中昼12点钟，伊煞走去南口找朋友。防疫中心赶紧通报，警察调监视器来追查，发觉讲伊确实有影出去乱踅，一直到下晡4点钟才倒转去，无伫咧守规定，依照违反传染病防治法送去卫生局，要按算罚较重的。 民众坐电梯准备要出门，喙暗嘛无袂记挂，看起来真正常。不过其实伊是一管署针对武汉肺炎列管的对象。桃园这个39岁姓黄的查甫人，正月捌去过武汉，所以爱踮伫厝内14天，一直到初5。结果初4 11点19分，伊的防疫手机出现无正常的信号。原来伊12点38分可能走去南口找朋友。下晡3点54分，防疫中心接到通报，用监视器来查，发现人伫咧4点39分登去厝的，未离开电梯开始。 拢总出去4点钟。警方接获通报，立即要求该民众即刻返回隔离住所，此为桃园首例违反隔离列管案件。新型冠状病毒，互大家心内拢足惊的，确诊的人数一直增加。虽望说黄的查甫人真健康，朋友嘛唔免伫厝内检疫，不过对撞系统敢有法度随时掌握，嘛正做讨论的话题。 居家隔离民众务必配合遵守防疫相关规定。警方讲，追踪系统透过防疫手机利用定位甲网络对话，若是收到无正常的情形，就会随通报。另外，根据传染病防治法，违反列管的规定，会当罚1万到15万，佫会为重的来罚。呼吁民众即马时机敏感，列管的人千万都唔通乌白离开厝的，避免妨害佫造成社会不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